安。大概我来自印尼的40年的，我名叫文秋翠，从本地家里曼丹来的。我根本也结了婚的，我有3个仔的。我跟我老公做土生，经营一间店，烤鸭店，1、2、3、4的烤鸭店。现在在做我们的面皮啊，饼皮都是自己做的啦。现在外面有的人都不会做饼，都用春卷皮，所以省掉那个时间嘛，比较方便啊，都用春卷皮。所以真正在烤鸭的饼叫烙饼，有人讲是那个大陆北方饼，都是这种的。用来做来啊，就是做面皮啦，准备里头东西啊，准备好都切洋葱啦，切菜啦，做都模式，我都行去菜市场买菜里头咁样啊，要行。做了皮差唔多做到11、12点的啊，要按照的啊，过程哪个环节是最累的？做皮。烤鸭是很可以啦，剁鸭我一唔會忝嘛啲，想我剁要剁得呢啊，冇錯呢，特別見到我冇按手剁的啦，要本大哥嘅，我員工剁的。老實講啦，你做油清楚就買每一行就係咁啦啲，做油啊，你就燒啦。剁鴨子啊，都會酸痛。最近發現一個大問題啊，心臟不好，就是太勞累。開始做時候，我當時都冇休息，明日做，過年再做，過年初一也做，都沒休息。冇休息啊，賺錢啊。因為是穿累也冇變啊。窮怕了，看到錢沒有賺會死掉。所以現在應該要差不多要退休了，不能做了。我做過的工作是很多了，烤鴨是一個偶然的機會啦，因為沒有工作，在開計程車。那時候他就是我在做成衣，他就是在說他買烤鴨給我們吃，他說烤鴨好吃嗎？我說還 OK 啦。他說我們來做烤鴨，我說我們不想做我說很累這一行，做上不做好我唔可以做啦。佢講開車過後來講啦我講好啦，我講我來看啦，我以前的那個我們有一點親戚，他本來就是想要關起來要打掉的。他做得不好，然後我就下去接，但是我自己有在研發，因為它口味沒有我們好吃。再改良過。再改，嗰時是做咗半年咯，冇買生意啦。冇買生意我講病啦，就講我其實真講冇揾得病嚟講，看哪講哪等哪分做1年嚟看哪講，迄唔冇即咁來分想辦法啦嗬。結果又非凡的又來嘛。那時候非凡來報了以後，那電視台都一家一家的來，生意都很好。
一直往上走。那在啥前年有时啊，就2年、2、3年前就做生意安吼。有时候是每天送，有时候是2天送一次，2、3天送一次，看数量，才60只啊。所以像其他的分店也都是你要送，对，他们其他分店都是我送的。那他们的要求有什么特别要求？特别要求就重量啊，然后尽量挑漂亮一点，然后4斤左右了，都现宰的了，不是冷冻的，没有什么功夫啦，都是熟能生巧啊，切久了你自然就会了。一开始切鸭子有切到自己手哦，一定要切到啊，没有切到你怎么会出师？到时碰到都也会。谢谢啊，这样包在这边，谢谢你啊。你先頭嗰5年啊，按部提咁6年啊，你先頭都買3、4隻啦，2、3隻咁樣啦，到按年按頭啊，就生意要過好啦，年按頭生意就來嘅啦。你比時我哋實開木橋啊，我哋實要中貨來啊，板橋啊，中貨啊，先中貨再嚟板橋再嚟俾鋪上。中貨是半夜太嚟啦，了去今日休息啦，本上叫講嚟派外國唔是啦，接成派藝啦，聽講人老鄉去啦，板橋是半夜寫來子，日間店是半夜妹子太妹子，3間店就中貨個好啦，板橋就還可以啦，出日間店個差啲啦。因为我们日子不好过的时间也是很长，小孩子也是知道这种家里的情形所以他们都有在帮忙做那时候都没有请人，他们都自己做。他们会埋怨那你们别人都有休息，我们都没休息，我们都一直做。你们2个人不会累啊？我说累，有看到钱就不会累了，没看到钱都不会了，不会累了就慢慢跟他讲说，你不要埋怨我们没有休息，以后你们用钱，你们要去哪里，这部分你们以后会想到得到。你们如果真的要出去玩的时候，你们不会埋怨我。一缸只要烤10只，40分钟，这烤很快2炉1个小时都20只就起来了。所以你们一天大概是烤几只？假日比较多啦，平常差不多20、30只，30只左右。假日差不多，现在都60、70只而已。那生蚝的时候有的100多只OK 的，现在没那么好。那你一只要辣吗？原味不辣都对了OK， 还要炒高丽菜吗 ？OK， 就这样子了。对 ，OK， 好 ，OK， 谢谢你，拜拜哟，拜拜。差唔多6點半都開始咁樣賣到差唔多7點半咁樣就燒，差唔多7點我就使咗燒嘅啦。因為7點那邊都冇嘢啊，連杯嘅咁樣嘅地點都是這樣嘅事我們還要有耐心再賣，再拼啦，嘿，你好，我要3只，全炒，对，来，过来，好。
你要辣吗？小小辣，好。你是越南来还是印尼的？华侨华侨哪里？华侨，印尼啊？没有。越南。所以他是来做看护。做看护的还是做那个的？所以你们很熟吗？不熟啊，他时常来买了。你當我哋實去富士港哦，今年我太來做生意嚟食海產。我太來太妹些來，三隻來個硬愛成幾多粗嚟喎嚇，識個你呢件。这个是我大女儿，我太妹，啊，叫珂珂。这个是我的那个女婿，啊，我大儿子还没到，这个是小儿子，啊，这是我媳妇，来，这个是他的小儿子，大儿子，这小女儿，888，啊，这个是我女儿的大儿子，这个小儿子。都是儿子，都是儿子，这个2个儿子。Hello， 这个是我外甥，我姐姐的儿子。今天是我们全家有机会，我们偶尔会聚餐啊，像我大女儿都会约我们大儿子啊，还有他们都来聚餐这样子。不要说一个人做一个工作不要联络，我们都有会联络，会聚在一起。来，进来。阿嬷哦，快呀！来，我介绍个，这个是我大儿子。好久不见。啊，这个是我大媳妇。这个是我大孙女。没跟人嗨，没跟阿叔叔阿姨嗨，你们来。就是小时候爸爸比较常带我们去动物园啊，然后或者就是山上，或者是我也有印象最深就是过年会回彰化啊，会回老家这件事情。对，其他就是出去玩，应该就是去小孩子比较能去的地方就是动物园。对啊。我其实没有什么印象有出去玩过，我多半都是跟他一起早上就会直接去电影院，因为毕竟那时候人手比较不够了，所以房是一定，然后再加上那时候电视台有阳光，所以就会很多客人会来。一早去大概6、7点就会到，就又一路忙到下午，然后又要忙客人，反正对我来说吧，就是那个时候就只有直接到店里面，然后工作，大概记忆中都是比较多，都是为了要先赚钱。那时候年轻嘛，一定会想说，为什么都没办法跟朋友出去玩？其实现在想一想，就觉得那是应该的。小时候嘛，他们在前面忙，我在房间里面打电动，做什么事情都不会做啊。然后等到稍微比较大一点的时候，帮忙拔个饼啊，包个饼，做得到，坐在旁边帮忙用。有做饼就弄饼，没做饼就帮忙烧锅子。到上国中吧，上国中开始学切鸭子，从切鸭子开始学，因为那时候我妈都在剁，我爸负责炒。整天剁下来，怕我妈会累啊，就赶快学一学，算是减轻我妈的负担，也学一个技术在。对啊。叛逆到爆炸。哦，有什么改？原因很简单啦，那个身体都不太行，在做生意上面已经已经撑不下去，也是主动跟我说身体不行，赶快回来家里帮忙。不然那时候我还在做摩托车学徒嘛，学徒做一做啊，突然接到电话，你老婆被塞啊，给你等来啊。工具放着，跟老板讲一声，我就直接冲回店里先帮忙店里的事情，帮忙完再去医院看说老妈有没有怎么样，就去，老妈就坐在那边打点滴，整天忙到没吃饭，看了2、3次了啦。经过这2、3次之后，觉得有时候
家里跟谁喜欢的事情要懂得去选择啦。那还是以家里为优先，把喜欢的事物先放下来，先回来家里帮忙。到后面才比较会这样想啊。哦，对啊。我印象中大概是10月10月了，10月21呀。对，老妈我知道了。妈妈是6月，妈妈是6月双子座，啊，我只记得双子座。天秤座双子。他是说他自己有被早报，晚报出生，所以他到底什么座，其实有点不太知道。对，就是不太。你想过未来如果就是稳定了，就是会想办法帮你过生日吗？有啊，有想过啊，他们不要啊。有啦，今年就有啦。我们今年不就有了？对啊。今年他就是刚好过年，然后他就说那就他顺便吃那个对他的吃饭的生日，所以我们就一桌菜就是请他吃个饭。我们自己都很少过生日的。对啊，是真的，是朋友过了才要过。因为后来然后比较大一点的，那自然就会忙各自的事业或者。我再按重因为我们也不是一开始就是先做。好棒。像我姐姐是在美甲店上班，那我就是在事务所，所以自然而然就会比较少聚在一起。那等到烤鸭店慢慢起来了，我们才就是选择会回家帮忙。那只是我后来决定就是做这一行，所以我才会辞掉事务所工作回来工作。这时候才比较有机会跟家里人一起。不然其实都会变成是像旅馆这样，早上人就跑出去了，晚上人才回来。他那时候我们生意很好嘛，在做一做的时候，晚上回家，他忽然晕倒，救护车送去医院，一检查，才知道他糖尿病。有一次就是在店里面比较闷热，空气吸不进去，也是快晕倒了，又送急诊，所以说现在都不敢给他做太累。生意还 OK 的话，小孩子都赶快要回来接啊。如果生意不 OK，我们老了都撑着就好了。那时候小孩子看到这样，他也是回来帮忙啊。对啊，来，爸爸吃，妈妈跟爸爸一起吃啊。爸爸跟妈妈一起吃。再上一次，您吃再上一次快点。不完的。你们再上一次。这样子可以再吃，对不对？糖嘞？哪一种糖？冰糖还是没水砂糖？砂糖、红糖哦。1克1公克。它这边是等于说，半斤嘛。还有冰糖啊，冰糖500。对，500就这样。对 ，OK， 冰糖。所以要用2份，对不对？对，2份。那个香料也2份。因为我们今天要卤鸭翅、鸭舌、鸡脚，因为大家都有订饭，我们就礼拜3卤，礼拜2没办法卤，所以说我们今天一定要到店里面来卤，也是要1天的时间啊，因为要洗要什么，我不像别人那样不干净啊，我都门都弄得很干净，因为所以说我的步骤比较多，所以说我女儿说我很啰嗦。没有，都没有卖，就我们这家店，他们没办法做。我小儿子也是很想做啊，可是他是没办法做啊，没办法做，没办法，都是等于说，我就只有这家店在做而已啊。所以是女儿要求。嘿，女儿要求做，对，我女儿啊，我说妈妈没办法做，没关系啊，我还年轻啊，我来做都好了。她说她要做，她要做，我说好啊，那你要学，她说好，她要学啊。他是讲说，如果没有学的话，等于说还会失传啊，没有人要做了啊。我觉得我的妈妈应该是属于还蛮女强人型的妈妈，就是什么都会做，也不怕做。他们不同一个行业在做的时候，可能就是还蛮会去投入在那个行业里面。所以对我来讲，不管是食衣住行吧，我妈妈其实都蛮认真
就是对待我们小孩也好，能给我们的就是给我们。对，其实我觉得真的是蛮女强人型的。当初呢，疫情的时候，美甲其实有受到冲击，对啊，所以爸爸才想说，不然就是帮我再开一间店，对，让我还有一个不用担心的一个经济来源之一。对啊，只是做吃的是我爸妈的本行，对啊，从小我也是看到大啦。所以老实讲，真的就是，其实我也没有排斥，就是现在就是能赚钱就 OK。对，其实我觉得困难度是熟悉度，就是还有我年轻人会觉得 SOP 流程，可是老人家会有 SOP 流程吗？对，凭感觉。所以有时候妈妈说，这个量多一点，然后我说啊要多啊，那个量少一点啊，这个量要少一点，就是你会觉得疑惑，那我到底要怎么样？对，可是其实就是慢慢摸索，所以我自己也会每一次卤都每一次自己要吃。其实我小弟跟大弟其实本来就已经全面接手。那如果作为我这一间店的话，老实讲真的就是，我觉得要让老人家有一个，还是有一个目标存在，就是当然他们可能会觉得老了想退休什么，可是其实嘴巴上讲讲啦，对啊，你没有让他们去忙去那个的话，或是去问他的意见，尊重他的意思。其实我觉得多少他会失去一点乐趣，所以接手是迟早的事情。等到他们不能做，自然而然我们就接手。哎呦，好重！等一下，上面。对呀。还笨拙，慢慢学啊，妈妈是慢慢来的啊，没有什么人就是一出生都会的，再加一点点盐，这个太干了。对啊，好像融不掉。那你再加一点点，一点点就好。对，一点点这样。翻炒这个中药真的蛮累的，如果糖让它烧焦的话，就会有个苦味。有没有 ？OK， 这样可以吗？可以。还再加什么？继续加。他会帮我，可是这怎么讲？因为我觉得他比我力气还要少，所以说我就叫他去休息了。我力气比他大。他身体越来越不行。他说实在的，他还是蛮累，他要多休息，身体不太好。他们感情我觉得算也不错啦，只是说他们有他们的模式。其实呢，他们两个都很强势。然后对我们小孩来说，就是我们比较喜欢跟妈妈沟通，因为妈妈比较能就是大概了解我们一些想法。对啊，爸爸可能他就会比较有点主观、传统的想法。对，应该怎么样怎么样，你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对，就是类似这种。是吧？这样会够，有入味，有一点辣，可是如果哎呀，这样是可以一直吃的。可是这个冰过会更辣，再辣一点。冰过了，你跟那个味道会更重，对，更辣。你吃一支看看，那个须须有辣，有吗？泡做力麻辣，哦，有麻了。因为我们卤，你看我们卤不是用下去清的，我看我们台湾的卤味都是直接倒到里面去清啊，就滚啊，我们都是用手工这样，所以我们做的步骤的
那个作业程序上比较累，而且都真材实料的。这是我老婆自己做的，这个，她能专门。今天呢、弄个羊肉炉，还有煮个鱼，就简单的吃啦。三餐都是我在做，我一个人做。没有，很少。他顾他小孩都不够了。他们有什么吃什么啦，不会说跟我说啊不吃啊怎样，他不会。香菇我洗一下哦。你的香菇想要怎么切？中间要切掉啊。这个呢？对，要切掉，不要切太薄。哦。切太薄没有口感，要一点厚度才有口感。他很会煮菜啊，每一次他煮的菜我几乎都能全部吃完。他最近就是身体有一些小状况，他有时候我就是反而会变成先问他说：“这你们会煮吗？身体 OK 就煮，然后如果不 OK 我就吃外面这样子。”其实吃来吃去就是我妈做的菜都习惯了，不管说你们外面吃什么山珍海味啊、龙虾、鲍鱼啊，吃完了一圈回到家里啊，老妈煮都比外面好吃。这个香菇不会大。爱吃妈妈做的菜啊，有没有想要学起来，或是叫你老婆来学一下？想学啊，要有时间。他老婆想说啊，我来学啦哈，可是学不来的。太多步骤了。我的菜比较，对他们来说比较难嘛。OK， 好。这保温就好。对啊。等一下加汤再加热。今天这边是瘦肉的，好，那边就是肉，这边是皮的。你知道我们喜欢吃皮，没办法。我做的菜品这样。我超爱，超爱。对，就是还没成为他媳妇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婆婆做的菜超好吃的。有啊，他想要学。我已经想要学好几道菜了。对。那边很有快就好了。因为要照顾他们两只啊。那没办法。一定要陪着他们出来，反正我醒来，他一定会醒来。你没有看到我刚刚一动，他就哭成那样子。那老公有小孩之后也没有什么事。讲不出来。对你怕死。已经变3个小孩吗？第3个大小孩这样子，就是可能变成1、2。体会到了啦，就真的边做生意边带小孩。我在前面剁鸭子，然后我老婆在炒，两个小的在地板上跑来跑去，对吧？就体会到说，以前爸妈在我们小时候做生意带我们那种感觉，就深刻的体会，就是会觉得说，辛苦你们了，这样子帮我们带大也不容易，所以对于说我会不会希望我小孩要来接这个我们本身上传下来的，我不会有明确答案说你一定要接。相亲的时候是在相亲好像没有了，在那个在姑姑家好像没有了。这个是结婚的时候，这个是结婚的时候，在家。这个啦，这个是去看雪的，这边去看雪的啦，这个也是一样。
这都是看雪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雪。这是你姑爹的家？不是，这个是我们土城，那时候住土城。我们第一次结婚在那个什么内湖。内湖啊。那是我大姐的那个老板娘的房子，这是我大姐跟我那时候好瘦哦。大姐现在已经在那个灵骨塔了。在灵骨塔。在灵骨塔里面。他已经走了。走了。我那边来台湾哦，我太姐就先来台湾，来3年，伊就转2年，讲年要来台湾嘛，讲哈去台湾啊，讲听下你去台湾啊吼，我也是甲当啥机会讲，讲你细汉哪讲，我细汉我要来带去的讲吼，讲好啦，讲啦带去咩来去啊讲，我就停下来。我1礼拜上2礼拜出来台北啦，请我太姐啦。伊讲我喊叫阿姑，伊讲阿姑佢講吼，要買面嚟講要朋友講吼，喊佢介紹。可能藝術上，可能唔會搞啦，對啊，可能有可能唔會搞嘅啦，對啊。伊打電話喊阿姑做藝術，講你我甲你行事，我咩甲你一便宜啊，我咩甲你教講啊吼，我是一教你，我講一教我講我唔想教老公嘅講吼，叫人啥教看看來講啦吼，行看看啦講好啦講，我講講你一家結婚嘛，我結婚我冇想到一結婚㗎啦講啊，嗰時我一年都唔得迄我做呢我啲啊，裡面你婦照歌琴先才做呢嘛，咁樣嘅雜。叫冇多你一樣啦，你上看看啦，你專去上看看，我就上專去看看我這一班嘅。叫你唔要教啊，講吼，你就一專幾年，你專幾年又唔要教，講阿爸阿妹會煩你嘅講吼，就要得曬就按落嘅講吼，你冇變別煩嘅。叫來之後乖乖啊吼，按落實啊你就好教，唔要騙你就好寫，落實要教，咪就樣過來就個結婚樣過來呀。我那時候也是在開計程車嘛，也沒有什麼好職業啊，好來看看他沒有嫌棄就 OK 啊，對不對？所以第一眼就一見鍾情。我因為我沒有什麼條件可以挑人家嘛，對不對？看他也是比較單純的。他是沒有高啦，沒有錯啦，可是他臉蛋什麼都比人家好看。他按愛，特別也冇做得按正，唔會跟咩都按正，唔會講出按正掉。我說可能唔會嚟邊結婚啦，我冇想到嚟邊結婚啦掉，我冇想到可能真真吧。我现在要来拜我姐姐，我姐姐就在里面。我在差不多3年都没有来了，她是有了，她是每一年都有来了。如果没有这样子的话，我是每一年都有来，因为现在太多人我都不敢来了。毕竟我身体比较不好，就不敢来了。啊，我点香点好了，我们来去拜那个地藏王菩萨，拜好我们就拜祖先，拜好我们就上去看我姐姐。他原本是想说带我们回印尼去找他的爸爸妈妈，大约2年前吧。2年前的时候就听说我妈妈的长辈都过世了，就印尼那边没什么亲人了，对吧？我妈说回去也没意思。基本上我一听到我妈的要求就这个而已，想做的，可是现在也来不及了。这我来看你咯，我们来看你，3年lang我来看你，对唔出的，你来这安好啦，天天来看你啦，对啊，你也不用心啦，给呀，世界有，村里的单位啊，过去哈，唔是少啦，哦，你望你波边哎哟，我身体冇咩好，哦，这对唔出眼睛我看你，对啊，你试過咁類啊，對啊，就攞你來就買嚟俾你啊，對啊。這好，有，好，走。那個放沒關係。
我们有8个兄弟姐妹，3个女的，5个男的。现在是剩下我跟我2哥而已。以前是爸爸在的时候还会说啊，我们回去了哈，看爸爸妈妈，跟爸爸妈妈住在一起。现在不会想要回去住了。习惯台湾了。对啊。反正他户口都已经编这边了。他那时候一来的时候就入户口了，他妈妈带他入户口了。那时候是侨胞归国啊，对啊，所以一来台湾就有身份证，在台湾当兵、工作这样。老了以后会回印尼啦，对，因为这边的生活水平还有生活的速度太快了，对啊。台湾生活比较紧张吧。哎呀，有了，我老公一直说你要不要回印尼哈？我女儿不让我回去，你不要叫她走，叫她回去。她没有小孩吗？她没有儿子女儿吗？她说你不要叫她回去印尼。所以说我女儿还蛮贴心，还说不要回去。然后我老公会叫我回去了，说你回去了那边你祖先就在那边，你妈爸爸在那边哈，因为可能生活啦什么比较习惯。我说。原来很久了，觉得是还 OK 啦，台湾还 OK， 我放不下小孩了。说实在的，秀兰，我来喽，莲妈。莲妈。哎，这个是我们的老板娘，我是在这边工作，工了10几年了哈，有了，我们这边工作了10几年了。我这个老板娘太厉害了，什么都会做。她哈，你看到哈，什么车都做。我跟她很多年的朋友了，她学也很快。你没有车过，你跟她讲，她很快就可以领悟。都不用教很久，很快就会了，而且也很配合。哎呀，我们做事当然要配合啊，怎样都要配合。那时候他这边做，我们都有得吃，他很会煮，常常煮给我们吃，做一些印尼的料理。我有时候偶尔还会卤一些东西给他们吃。他很热心，真的很热心。我没有在这边，我也是还会卤给他们才会来。就是最近比较忙，我都没有了。以前我会有。烤鸭之后，对，啊，想做烤鸭他就很忙了。来看小秀兰然后煮个那个东西也给他，连妈在这边呐，对，大家在这边。他没有在这边做，但是他常常过来，他有空他就会过来。那时候他刚没做的时候，他都会来看我们，大家都跟朋友一样，很好。他的烤鸭店你没有去过？有，我常常去。他常常去，常买。别人要预约我不用啊，我赶快旁边讲，本来要等好久。他能力真的很强，做什么真的是难不倒他啊。我们从印尼来当然要强，那不然的话赚不到吃的。说实在的，你不管做什么啦，啊，做每一行都一样，都要强。我26歲來，28歲結婚。我來學那個台灣人看我哋啥子年來學。我佢冇買戲啊！我來之時我都停啊睇謝，即係樣鬧啊嗬，停嘅樣嘅政府樣鬧了之時我喺工廠啊嗬，其實實要佢唔起我啦，不過佢唔起啦，啲啦，他們都其實實叫嘅啊，將第7家人弄病啲啊。就你見到我需要印尼在種啊，因為有人家對7家民族冇㗎啦，排斥我們。在招啦，唔會唔好啦。我喺想到啊，買人家招啦，都想到冇相干啦。不過啊，7家做7家啦，係啊，7家hết7家，7家過7家啦咁樣。啊，佢下就是你俾台灣嘅錢好做啦。你想想30、40年嘅錢，你睇睇啊，啊就做牙啦，係啊，穿牙啦咁樣啦，你就用過來啊，有年過用20多幾啊，就咁知啊，要用過來啊。我不知道能不能吃到76歲。
我们进来，看，柯林阳，哎，来了，要不然去看医生了。看医生。对呀，你的胃肠不好，而且你那个有那个那个什么尿酸了。我现在尿酸是控制下来的。你去看哪里的医生？他就看诊所啊，现在吃药有控制的，现在换吃高血脂了。你有高血脂？有啊。哇！就是吃太好又少运动。对呀，你吃太好啊，平常吃太好了。对呀。你心脏还有什么问题？心脏就是现在比较严重，就是走路不能走太久，不能走太远了。他现在一直问我还 OK 吗？他说你现在目前先注意一下那个心脏，不能走太远，也不能走太急啊。我觉得我爸对我妈不错的地方在就是他会比较有一点小动作，就是那种很细心的小动作。比如说我看我妈好像身体不舒服了，他就会自己去端一杯水给她，跟她说你现在怎么样？然后要不要休息一下？对，然后喝个水啊，对，就是会去关心，就是会主动去细心跟体贴这个样子的感觉。那他给我的感觉是不擅长表达我们双方的爱意，然后会采用那种小动作的方式去告诉对方说，其实我是很在乎你的，我是很喜欢你，我是很爱着你的。我妈她就是我觉得她比较是情绪感性的人，她当下可能情绪不好的时候，她比较不会来去介意到或是去注意到这种动作。要等到过一阵子了，才会发现说，其实我老公还是蛮照顾我的嘛，那种感觉就会有点，其实刚开始看会有点好像不对盘，但其实久了就会觉得说，这就是一种小情趣吧，然后互相就会给彼此一种加温的一种感受跟感觉，对。你说压力大不大吗？刚开始一定会啊，因为你什么都不太懂。虽然我跟我爸做很久了，可是他有些东西是不会教的，他都会默默自己做。你要自己去看。开始接手之后，你就会发现，不是只有做事的问题，有时候经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对，你要怎么经营这间店，你要怎么带你底下的员工，然后要怎么维护这些品质，其实都是变成是我现在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对，这些我觉得他应该有他的想法，只是他可能不会教，或是他觉得与其用说的，那不如就让你自己去体会一下。会求救妈妈吗？刚开始的时候会啦。对啊。刚开始的时候他饼啊，没人啊，饼啊做不来，妈妈你来帮我做饼。他会求救一下下，帮忙做一下，个饼做一下，没有做久啊，饼做好我就可以走了。等到有人了，自然就可以了，我人带起来，他就比较轻松了，就是这个样子。哎呀，来了。要坐那边吗？来看，先把包包放下。对。一样修短，对不对？修短，但是把它修的比较远一点吧。不要太利哦。不要太利。妈妈会常来找你帮她做保养？会固定来叫我帮他做，因为他其实脚也是要修，有砍甲的问题，所以可以的话，我就是都会定期帮他，1个月就是1次或2次，这样子做。你觉得妈妈爱漂亮吗？会啊，女人都蛮爱漂亮啊，怎么可能不爱漂亮？她也有种过睫毛啊。那你觉得妈妈年轻的时候很漂亮？还蛮漂亮的，就是我觉得已经算是蛮漂亮的啦，对啊。你这个指甲蛮特别的，你自己做光疗对啊，自己做的。光疗的。什么秋冬的感觉，毛呢呀，蛮漂亮的。还不错哎，那我就不行，我要一直弄水，
可以弄水其实还是可以做啊。你是光疗的，比较不会退吗？对，光疗比较不会掉啊。其实是爸爸可能会比较要求弟弟们，我觉得我的话就是我自己想读什么，其实他都是随便我，对，只要我不要，他又不想要我太辛苦，就是他觉得读书不要那么累或者干嘛的，只要你有读过就好了。其实你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都可以。爸爸对我来讲是这样啦，可是对弟弟们来讲，爸爸会比较属于严格的方面，他希望弟弟们读什么读什么。对啊，可能对我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大的要求，对啊。月底要去玩的话，对啊，他说穿那个包鞋会痛，其实还好。他感觉不要。老法来讲，一份做退休来做埋样无聊，你们都无个体力的，无个体力是个老的嘛，无体力的嘛，唔晓来忙的，唔会上的。其实袂哦，要上个往哪来做样啊？个原每点看到一种东西好做，你就来上来做，来把去掉。啊，个唔会啦，讲啦，啊老的即个咪都老了，嘿话然后啊，即个咪讲少了累啊，讲啊，唔好言啦，哎啦，即个身体最重要人啊，把去啦，无一上份做买了，啊唔会了，我做都爱退休一年的呀，咁到即个无变唔下，每字，因为变下我每字迄项啊，我得搭退休的，我唔会做，因为即个身体就老的嘛，拖唔起啊。我们20几号过年？1月20几？21啊，21除夕啊，21除夕啊。对。我从年轻啊来台湾到现在，现在66岁了，我小孩子也长大了，也当爸爸了，女儿也当妈妈了，所以说今年我也是很高兴的，这全家出来这样旅游吃饭，很高兴。希望说未来大家小孩子都有顺利利事业顺利这样子。亲一下，亲一个，亲一个。你们要说什么？你要说什么？感谢老婆的辛苦了。哎呦，亲一个。谢谢我太太的亲一个了帮忙。哎呦，亲一个了，没有诚意，亲一个，亲一个。妈，你也说亲一个，亲一个，你老爸很害羞的。好了 ，OK 了，谢谢，不要了，大家也蛮 OK 了。妈妈，谢谢你哦，就是你这样子都在帮我，就是自己的妈妈是最好的，所以你的身体呢也要保护的好好的，不管是你跟爸爸都是一样健健康康的。妈妈，你辛苦了，努力了这么多年。剩下就交给我们这些小孩了，妈妈加油！妈妈这些年来辛苦你了，那我也会好好的去尽到照顾你的责任。感谢我太太这几年对我的生意的支持和家庭的照顾，希望她的身体能够健康快乐。